那我们消防局中午接获报案立即派遣就是向车辆到达现场进行抢救。那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那已经有明显火焰窜出那现场为电动巴士的停车棚那现场停放约7辆电动巴士7辆电动巴士。好，那我们下面立即布建抢救中那目前火势已经完全熄灭，进行残火处理。那现场无人员伤亡。那有关火灾损失及火灾原因有待本局火灾调查科进行调查。